起大落，我的笑话笑过。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，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，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春女人，新年快乐！小公狗，虽然你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，但是看着你快乐，我的心好像也安定下来了。新的一年里，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做好朋友吧。爸爸，怎么了？忘记说新年快乐了。新年快乐，儿子！你是我今年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。你也是我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。好了，快睡吧。干嘛去了？哎，冉冉，冉冉，不是让你去买水吗？怎么那么久啊？放手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哎，鳄鱼哥，你有事儿吗？我只是路过，看到冉冉一个人在外面，顺便跟她聊几句。啊，那个，我们渴了，让他去买水。啊，没什么事，你们早点休息吧。
啊，你说说。新年快乐！啊！快乐，快乐，快乐！鳄鱼哥，新年快乐！鳄鱼哥，回家记得发微信给我，我等你啊！没事吧？怎么了？麋鹿摔倒了，真是土包子！哎呀，你别告诉别人，我不想让别人笑话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笨手笨脚的。我没事，没事啊。哎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你一个杀手怎么能迷路呢？而且还会摔倒。我要是杀手头领，肯定开除你。不是的，是我想多了。酒吧，静静，求婚。峰峰啊，你终于来了，想死我了！我也想你，阿姨，新年快乐！我给你带了一点礼物。哎，你来就来吧，带礼物干什么呀？哎呀，真是的，这么客气。阿姨，来坐。下周是我生日，我想邀请你和叔叔去参加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空啊？说什么话呀！女儿过生日，我们一定去的。其实啊，我和你叔叔早就把你当女儿了。这女儿过生日呢，哪有爸妈不去的呀？你说是吧？太好了！你来了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这秋裤去换一下。哦。昨天，谢谢你啊，让我去。那都是去年的事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现在很开心。新的一年，新的一天。知道了，我又不是3岁小孩，就好好度你的假啊！记得给我带礼物啊！拜拜。死黄慧，害得我都破相了，这样杀人！哎，你怎么也戴口罩啊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？你都不记得了吗？我昨晚喝断片了。哎，算了，没什么。哎，陪我去买东西吧。买什么啊？这个倒记得挺清楚的哈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哎呀，走吧走吧，陪我挑挑样式啊。我就随口说说，你还真当真了？这可是人生大事，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啊？还考虑什么呀？我从第一眼见到冯峰的时候，就已经认定是他了。啊，好吧，那我就陪你去吧。那快走吧。那个，你回家用筷子蘸2滴香油，涂在嘴皮上，2、3天就好。你说的可信吗？爱信不信，我可是专业的，好吧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嘴巴破了？我猜的。你是不是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？是不是你弄的？我突然想起来，还有场考试，我不能陪你去了，你自己去吧啊！哎，任静，我跟你讲啊，下个星期是冯峰的生日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啊？
爸爸，只要你将等一个人送给峰峰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赞哦！臭小子，你是不是我亲生儿子啊？真是坑爹的主！嘿嘿，爸，我再去拿点吃的过来。去吧。现在你跟冯峰关系怎么样？关系好一些了吧？已经成为朋友了吧？我费了这么大力气，你们……算了，好歹不是敌人了。有件事情，我一直想问你。什么？听说以前你跟我……这个冯峰说的真对，说你总喜欢挑战别人的神经，看来真的没错。有吗？是，我们是有过一段。那个时候是我人生最低落的时候。我从小到大就梦想着有个有担当的男人一直守护我，而你恰巧出现，你恰巧也是低潮期，我们两个可怜人就走到了一起。我原本以为我们两个就是童话故事中的公主和王子，我就好庆幸，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型了。那后来我把你甩了，我也放弃了呀。童话故事不是不存在，只是要有前提条件，就是他们必须相爱。而你爱的人不是我，我爱的人也不是你。你爱叶波？元宵，阿姨也想吃这个蛋糕，走走走，带我去拿。走。我在那个时候爱的一定是冯峰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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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！我终于想明白了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我终于想明白了。之前我真是太笨太蠢，太笨太蠢了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哎呀，我是想说呀，我终于想明白芬妮她想要什么了，她就是想让我呢说到做到，所以啊，我打算言出必行。我特地来找大哥你呢投资拐黄，当然了，还是老规矩啊，我做制片人，芬妮做女主角，冯峰做编剧。做生意投资呢，一定要做自己擅长的项目。像我一直都在地产方面做，对影视方面不懂，我没兴趣。那你就做一件让冯峰感动的事情喽。我为什么要感动冯峰呢？因为他马上要过生日了。对呀，冯峰马上要过生日了，那我们家那个小祖宗呢，他又那么依赖冯峰，那冯峰开心，他就开心啊。小宝宝开心了，他的智力就会成长，他的智力成长，他离成功就近在咫尺了。哎，大哥，还有呢，据《经济时报》说，一个成功的商人，他不能只设立一个范畴，他应该全面发展，这样才能够成功的跻身国际市场。我可以考虑一下，不过你非要让我投资的话，我有一个条件。加油！加油！
阿姨，有请，谢谢啊，加油！来，加油！哎，好棒啊！爸爸，给米饭，耶！皮皮脸，我再吃一个。难道太后娘娘她也穿越了？可是为什么她不认识我？加油，乐玉哥，你好强壮，加油！真棒！久闻福生厨师的大名啊，今日一尝啊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！棒！就这样把它绑上。 Lady and 小兔崽子，这是我亲手特意给你做的美容养颜、不长肉茶，请您慢用。哎呀，三叔，你老干些女人干的事情来哄女人开心，当然不行。来，坐这儿。哎，下次小声点。来人呐！你柳儿，来，给我的女人倒水。你手坏了吗？来，请品尝。不好喝。唉，孺子不可教啊，芬妮阿姨，咱们还是到那边玩吧。这不挺好喝的吗？这小兔崽子！你看这孩子多懂事小雨，啊！这是给你的祝福，请笑纳。这孩子太可爱了。是啊。大家看，孩子真棒！谢谢皇上。妖女，其实我想让你做我的后妈。小坏蛋，快坐。好。到我了。喂，你不会没准备礼物吧？真没有诚意哈。这小子，哎呀，你看着他还真有一套。我黄辉，就是你最好的礼物，伴你一生，风雨同舟。哎呀，你看，谢谢。看把小家伙急的。你看他。啊，让我来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！生日快乐！这礼物真好看啊，
是个水晶球。对对对。哎，这个蒲公英好像烟花啊，姐姐。哇，谢谢。你们男人的礼物都太不给力了。老爸，你去做吧。噔噔噔噔，峰峰生日快乐！送你一套护肤品，希望你逆龄生长，多增胶原蛋白。谢谢，姐姐，这是我跟冉冉送给你的，舒适又柔软，感冒的时候可以用。哇，你真的好爱超市大减价啊！啊哈，哎，冉冉呢？冉冉她，哎，怎么没在啊？准备拆我的礼物了吧？哎，等会儿，今天有长辈在，回家慢慢拆。是情绪生气啊，还是生气啊？你懂的。将军，真的是您？您来之前怎么没有通知冉冉一声呢？人多才是下手的最好时机。可是现在外面耳目众多，很危险。做大事一定要冒险。但今天是冯昭仪的生日，他对冉冉不薄，还请将军网开一面。网开一面。这个你大可以放心，我的目标是李欢和小皇帝，别人我不感兴趣。只是我的脸暴露很多次了，所以只能请你给我帮忙。真人。